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好朋友，今日继续来研究日本时代文学家赖和先生，邀请念歌先来因兜乐琴点点点，弦啊在咧念清朝时代一站地板相反，这条新有年一歌诗。故事就是对台南府城孔道台要甲百姓扣钱，好甲百姓正人咧反，结果伊走对鹿港来，鹿港人嘛咧反咧起义，来到彰化城咯，过来孔道台安怎样剧情变化？讲过当暝翻当日，2月16早起天昏明，庆声响来2、3声，就是道台点兵要去彰化城，彰化文武官员得在机出了西门外迎接伊。你知彰化文武官员有偌济？笑起来有5个：雷本官、马本官、邱大脑、夏协台、高少爷，5人接伊入城去。通批内外为顺城，白石顶无底通提起，升堂坐落去，孔道台就讲起，为这地万生这个臭小弟，就迄天地会，就是无法的代志。即马吼。孔道台来到彰化，大小官员拢来甲迎接，佮通批内外为这兵啊卒啊，就爱出去巡城，升堂坐落去啦。孔道台要讲啥？伊讲就是讲，恁中部地万生夜期起义招大会咧反呢，但吼要安怎样处理？佮来四句连念歌讲，两边文武满是，啥人敢办伊？处以收集来告旨，行文再上顶台来互伊。夏协台听一件，较紧跪落去。启禀道台，你在机，这事看袂破，唔通去办伊，不如写批去互地万生得在机，叫伊大会莫讲起，会庄行路较成意。再调地万生来彰化，做了高公来演地，对，好，即马吼，伫咧问讲，什么人敢处伊收集来告旨？意思讲吼。地万生头壳站落来，行文再上顶台来互伊，上顶台就是讲有官通好做。结果夏协台较惊死，夏协台讲吼，唔通，我看吼，写批通知地万生来彰化，创啥？讲互伊做高公，大家会庄行路较成意。意思讲有来啊有去，刀枪唔通举，做高公就是做朝廷命官。新有年一歌诗，这正较早，弦啊大讲弦。个乐器安尼伫咧点，伫咧下，念迄个歌诗100年前，家载有偌好记载落来。国情用心一字都无走闪，重新甲表演互你听，解文说你甲我对好调，感谢你。